今日咧就要重講呢、個西敏信條19條啊律法，咁啊依呢本書撮要俾大家聽。咁而金句咧就係、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，我來不是要廢掉，乃是要成全。馬太福音5章17節。咁神嘅律法咧係分為三類，即係摩西時代啊，分為三類嘅民事律係公平自覺之法，但係隨住以色列國亡國咧就係終止咗噶啦。呢個禮儀律咧係當時舊約時代咧係俾佢哋暫時作為流血救贖之法，因為動物嘅血係唔可以真係救贖噶嘛，其實指向基督做一個更加有效嘅救贖。咁當基督已經成就救贖，咁呢個禮儀律亦都終止咗。而禮儀道德律咧係永存嘅，係公義是非之法啊。咁除咗耶穌係斷言呢個係永存之外，其他新約書信都有咁講嘅。咁好啦，律法有三功用嘅。第一功用咧就係俾全人類抑制罪惡，維持社會秩序。對歸信者嚟講咧，係律法咧叫知罪，又知道自己冇辦法履行神完全嘅公義，所以要嚟到耶穌嗰度得救恩。對已信者嚟講咧，雖然佢唔係靠律法得救，不在律法之下，而係在救恩恩典之下，就係靠耶穌直信，靠耶穌得救。但係已信嘅人咧係要以道德律為生活準則啊，咁藉以咧係報答聖子嘅恩典，同埋取悅聖父啊。好啦，總結與反思啦，道德律係永存不廢噶嘛，佢有三功能，正話講咗啦，抑制罪惡，藉以維持社會秩序，叫人知罪，藉以引領人到基督那裏得救恩，作為已信者嘅生活準則啦。問問大家，自己喺心思、言語、行為係咪依道德律嘅要求嘅呢？咁好啦，大家記得再重溫之前上載過嗰個溫習短片，睇下識唔識答啦。同埋有3種語言嘅影片啊，咁喺呢個 Williamson 呢個西敏信條 Williamson 嗰個播放清單裏邊嘅，大家記得去睇啊。咁好啦，願榮耀歸於三一真神，阿門。